其實你知唔知道你每次喺商場充電真實成本係幾多噶？哇，比你想象中貴好多嘅。我係光電嘅偉仔，今日我哋唔講一啲複雜嘅理論，我哋就純粹講下究竟喺邊度充電最抵玩。喺商場充電，你要俾嘅唔單止係電費，仲有服務費啦、停車費啦、時間成本啦等等，累積起嚟，其實比起你喺屋企充電貴咗至少2倍以上啊！簡單啲嚟講，同樣嘅電量喺商場充一次電嘅成本，夠你喺屋企充幾次啦。呢筆咁樣嘅費用積少成多，一年落嚟啊，你都可以幫你嘅車換到一啲好好嘅配件啦。再講講時間嘅成本，喺商場充電最費時間有3件事：第一，揾停車位；第二，等位充電；第三，充電嘅時候等佢充完電。相反，在家充電就30秒搞掂。返到屋企停低部車，插咗支槍，轉身就走。充電嘅時間完全由你掌控，可以係夜晚食飯嘅時間，可以係瞓覺嘅時間，但絕對唔會係你寶貴嘅休息時間或者娛樂時間。而家好嘅承辦商已經可以做到3件事：第一，慳錢，享受住宅優惠嘅電費，避開商場嘅加價；第二，慳時間，無需要特登夜晚跑去商場充電，喺屋企30秒搞掂。第三，最緊要係慳心機啊嘛！專業嘅團隊，全個流程嘅服務，24小時幫你睇住充電嘅安全性，你話係咪放心好多？其實而家好嘅承辦商已經可以免費幫你嘅車位安裝一個私人嘅充電樁，零基價、零按金、零安裝費，只需要1個月費，你就可以享受在家充電嘅充電自由。在家充電30秒搞掂，改變一個習慣，生活更輕鬆。如果你都想告別充電嘅煩惱，歡迎喺下方留言，揾我光電偉仔。